现代台语版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。所以第一，我劝勉你着为着所有的人、君王、甲拢总的官员恳求、祈祷、代祷、感恩，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，凡事敬虔端正。安尼做是应该，是咱的救主上帝欢喜接纳的。伊爱众人得救，达到认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是一位，上帝甲人中间的中间人嘛是一位，就是做人的基督耶稣。伊显本身来赎回众人，这项事伫拄好的时机有得到证实。为着安尼，我受任命做传道者、使徒，甲外邦人的教师，互因相信上帝，搁认捌真理。我得讲的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我爱查甫人无受气、无争论，伫逐所在举起圣洁的手祈祷。我嘛爱妇人人穿插端庄、朴素、整齐，毋通用奇形怪状的头毛形、金器、珠宝，也是珍贵的衫糟蹋家己。着用好行为做糟蹋，表示家己是敬畏上帝的妇人人。妇人人着恬恬仔学，用顺从的心，事事顺服。我毋准妇人人教示，也是管辖查甫人，伊着安静。因为亚当大先受造，后来才夏娃。搁亚当无受诱惑，毋过妇人人受诱惑陷落罪。不过妇人人若安分守己，持守信仰、仁爱甲圣洁，就会因为生囝得到救。